三个祈祷。特别在阮这个时阵，要来孝念阮的主入圣城，甲这个拜来，伊为着阮的罪会受苦。阮的圣神伫阮的中间，通过罗布的水所讲，阮的心所想，伫你面前得到你甘纳，以得奉耶稣的名，阿门。今仔日是中秋节的节日，的主日吼。英国做 Palm Sunday，Palm 是迄个中秋节啦 ，Palm Sunday。总是真侪教会吼，换即个无用做 Palm Sunday， 或做 Passion Sunday。Passion 是受难啦。今仔日礼拜日是对犹太人礼拜日是7日的头一日。耶稣入圣城是礼拜日入圣城，咱的日历礼拜日种上尾仔日无相反。对犹太人来讲，这是7日的头一日。对今仔日开始到这礼拜拜六，一礼拜久，咱伫台湾叫做受难周，就是耶稣伫这礼拜，伫今仔日入圣城拜五，咱定十字架。礼拜日后礼拜日过者。这礼拜规礼拜或做受难周，或做 Passion Week， 或做 Passion Week 我会记得，我伫宜兰，阮爸伫做牧师的时候，迄个时阵的人对受难周安尼足慎重的。我会记得，阮宜兰教会对礼拜暗开始伊个迄个时阵，礼拜有早时啊，甲下昼时啊，一日2场。对拜一暗开始逐暗拢有祈祷会。逐暗我会记得，我的老爸拢用逐日看圣经内底耶稣拜一创啥，拜二创啥，拜三创啥。咱即摆大家拢较无用，敢若较无安尼阮做牧师，即个 idea 连讲嘛毋敢讲嘛无可能要逐暗一礼拜，逐暗伫遮礼拜。这毋是咧讲好歹的问题啦，事实时代无共款。总是这个受难周我伫准备的时有看到一个广告的，啥物物件拢有真趣味是，这一礼拜五六日拢总有一个名，拢英语啦。我一个说明互恁听我有迄 PowerPoint 有Monday Sunday Passion Sunday 今仔日嘛明仔载是 Cleansing Monday。Cleansing Monday 是耶稣清扫圣殿啦。咱普通拢想讲，咱普通恁主日学是安怎听我毋知。阮主日学时的印象是耶稣入去圣城了就去清扫圣殿。其实毋是，你今仔日咱读马可第11章第11节遐，伊讲耶稣入去去圣殿看一轮，因为黄昏暗啊，伊去伯大尼休困。伊看一轮，看到啥？看到人伫遐咧做生意啦，看到人伫遐做啥？我等下咧想讲，耶稣去遐看一轮伊当然感觉圣殿互人安尼用，伊足受气的。咱家想象这受难周咱家想象，迄拜一暗伊伫伯大尼，迄暗我想伊规暗拢在想。我要安怎处理这项代志？圣殿摕去做市场，我要安怎？我想伊迄暗无困，迄毋是咧好过假日入去圣殿中间车倒遐，迄是真好胆的。迄个代志毋是随便做的呢，绝对毋是随便做的。我等下咧就讲，迄暗是到底有困啊无？拜二或者 Spy Tuesday， 迄一个真出名的、真趣味的名 ，Spy 是做。我跟你讲，这是因为拜二甲拜三
伫圣经的内底所写耶稣迄2节吼，咱实在毋知伊倒一日创啥，因为足侪代志发生啦。我讲互恁听吼，耶稣讲足侪假事，你若去读马太吼，迄所有的关系天国的譬如，拢伫入圣城到伊受难的中间讲的。迄是马太拢总给集做伙，还是耶稣有影安尼？我毋知，总是发生足侪代志。譬如讲，咱拢捌听到迄个故事，因耶稣甲人车倒圣殿了吼，你会当想象，遐经学士一定足受气，想办法要甲抬，找无空芳，甲问一寡有诶无诶落个数个问题，上出名诶就是。纳税哦，该撒通也毋通，你会记即个无？纳税哦，耶稣若讲毋通，哦，你该死啊！你犯着罗马的法律。若讲通，好，啊，你讲犹太人纳税哦，啊，你毋着，迄做人讲咱讲汉奸，迄做罗奸呢？罗马的奸臣嘛吼。啊，你话耶稣，你会记即个故事嘛？耶稣看讲这像者。该杀的老婆，该杀上帝老婆上帝，这是这嘛是迄个时阵发生的。啊，佫一项吼，耶稣佫一个故事是耶稣伫圣殿看到一个官夫献足少钱，放伫那个啊，耶稣讲，这个官夫所献的钱比遐好嘅人拢较济，因为安怎？因为伊将伊所有的奉献，遐个拢用出的才摕来。这代志拢伫拜2甲拜3发生，咱毋知影倒一日发生啥物代志。会叫做 Spy Tuesday， 是因为吼，逐本四福音传拢有写讲吼，犹大伫甲遐个法利赛人伫交涉，当时要掠耶稣的代志，所以叫做 Spy Tuesday， 都理由伫遮啦 ，OK。Maundy stirs 条 ，Maundy 这字啥物意思？恁知有人知影无 ？Maundy 这字吼是迄个古早的英文吼，命令的意思啦。命令的礼拜四，你知影拜四耶稣甲学生做伙守圣餐，啊，甲学生洗骹，洗了耶稣讲，我将新的改变互恁。恁着三听 ，Maundy 是 order 命令的意思。耶稣新的改变都是拜四暗讲的，所以叫做 Maundy Thursday。OK，Good Friday 吼，我拄仔读到英语的时候 ，Good Friday 耶稣用顶是我在想无是安怎叫做 Good Friday 吼 ？Good Friday 耶稣顶是叫做 Good Friday。啊，迄个 Thanksgiving 的前啊，有一个 on sale 的 Friday， 或者 Black Friday， 恁知无？我定定讲，迄应该是 Good Friday 咧。你 on sale 毋是 Good Friday。啊，你耶稣红顶是不是跟他们说过？你对 ，good 是对咱 good。耶稣受难呢，伊无 good 啦，是因为伊受难咱 good。我有一个朋友吼，伊的生日吼。伊拢甲因老母讲吼，我无要做生日，因为我知影你为着生我吼，你今仔日腹肚足疼，足艰苦的。今仔日是受难的日，迄个真趣味的伫讲生日的事哦。我感觉这是真值得咱想的，敢毋是？咱伫遐咧 Happy Birthday 食 cake 的时候，几十年前恁老母是偌艰苦，恁知影无？这是有影的。Good Friday 对咱是 Good Friday， 对耶稣是受苦的日呢。哦 ，Black Saturday， Black Saturday 就对坟墓的内底就是 Black。安尼，我大概甲你说明，这个受难周一日，这礼拜所发生的代志。这礼拜吼，这7日吼，耶稣伫世间，咱普通人讲伊活33年啦，33岁。33年哦，你拢总1年365日吼，甲算，伊在世间的日子只有12000日尔啦，差不多12000日。
你敢知影四福音段内底吼，用足大的比例伫写这7日的代志。四福音段逐本拢共款。我有大概去找一下吼，马太用2/5的篇幅写最后一礼拜的代志，马可用3/5，路加用1/3，约翰用1/2，因用遐尼济比例伫写这7日的代志。恁捌想这个代志无？恁知影这项代志无？这圣经真正是安尼呢。四福音段4本福音书拢总加起来89章，内底敢若4章写耶稣30岁以前的代志，路加2章，咱圣诞节拢咧读，马太2章，剩的拢总写耶稣开30岁开始的传道生涯。这89章的内底，这85章的内底，29章是伫写这7日的代志。所以你就知影这个受难周吼，伫咱的信仰的内底是非常占上重要紧的地位。有人讲，这礼拜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一礼拜，真正是安尼呢？你敢想真正是安尼？我坦白甲恁讲哦，搁偌济讲道对阮遮做牧师哦，实在老实讲足歹准备的呢。我毋是咧甲恁讨人情啦。搁偌济耶稣搁话都讲就是安尼逐年拢爱讲无共款的。我若讲共款的，有时啊恁来还搁会记得，牧师啊，你即篇讲过啊。有影搁偌济讲道真歹讲。我伫准备这个迄啥，阮某昨昏才甲我念，讲我拢念伫电脑的头前，拢无咧插伊。你毋好甲讲哦。这有影啦。毋过我看足侪物件呢，我今日看到这，我足欢喜的。我去看到吼，过落去咧，一个 blog， 鲁云这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啦 ，Henry Newman， 伊写足侪灵修的物件。伊有讲，伊写这个对行动到受难，伊是一个朋友，好朋友破病。伊这个朋友哦，身躯用的时候，伊足拍拼，伊做社会工作，帮助足侪人，做足好的工，是基督徒。破病，迄个病是不较严重的病。伊倒伫眠床顶，啥物都袂当做，拢爱人家照顾。伊写批互 Henry Newman 讲哦，我感觉真正是足悲哀的。袂啊，我。就反正足艰苦啦，破病啦，大家拢真个，迄个艰苦哦。伊讲我拢袂当创啥，伊讲伊爱 Henry Newman 去甲看。Henry Newman 讲伊接到即个朋友的信，我奇怪，我先来甲讲啥诶？所以伊去找圣经，我别当讲，伊写一个 blog， 迄是伊去看迄个朋友了，伊转来整理理出版出来。或者 From Action to Passion， 对行动到受难，伫写耶稣。伊写耶稣，伊讲伊用倒一节，你知？用迄节马可14章第10节，咱今仔日有用着吼。伊讲犹大去见遐法利赛人，讲要将耶稣交互因，巴克利翻译是想交互因啦。咱今仔日新约的圣经写讲吼，要将耶稣出卖互因，这无要紧，反正是吼，因要犹大要将耶稣交互这经学书这人，要将耶稣交出去。希腊文是 hand over， 是应该用是交出去的意思，就是互人送出去。Henry Newman 讲吼，这个
将耶稣交予因吼，这个 handover 吼，是耶稣的传道生涯，传道 ministry 哦，我想真久啦。minister， 阮学牧师叫做 minister 的动词是服务的意思啦。所以 ministry 吼，我翻做吼，我甲翻做是服侍的事工。耶稣的传道是一个事工，毋是头路，迄是事工，是一个 ministry， 是服侍的事工。Henry Newman 讲吼，耶稣互人交出去，这个瞬间吼，是伊的 ministry， 伊服侍的事工的 turning point， 转捩点啦，也是讲分水岭。伊意思是安尼讲啦，伊讲迄是吼对行动变做 passion 是受难。伊讲吼，耶稣到互人交互对着以前吼，伊要创啥拢有自由。伊会当做伊的代志，伊医病赶鬼，甚至去圣殿物件拢共车互倒，伊拢会当做，伊有自由当做。总是互人交出去了吼，迄个时间点以后，伊袂当做啥，伊敢若会当接受人该做啥。你知我意思无？伊对做变做受。英语是讲 ，he can do。过来，迄个互人交出去了后 ，he is done too。人要安怎甲创，拢顾在人。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我今仔日是中秋节的主日哦，咱拢拍上山的，耶稣入圣城，咱拄有通哦。我来用耶稣入圣城这个代志，咱来看耶稣的做甲受。有啥物无共款？我细汉的时候，伫听耶稣入圣城的故事，对足古早就伫听。我拢听的吼，主日老师讲完听，还是讲这牧师讲，拢讲吼，迄个耶稣讲，甲学生讲，恁入去迄乡下吼，恁会看见这驴仔绑伫遐，你甲牵来。这两个学生去，真正照安尼做吼。真正一只驴仔伫遐，耶稣讲人若问你讲你是安怎？你讲主要用伊，因就会互你牵来。去拄照安尼，迄个时阵，阮做囡仔听伊讲，这耶稣有影够厉害，伊拢知影代志，伊拢知影吼，倒遐有一只驴仔，倒遐去牵，人会问哪问？我细囡仔是拢安尼啦。我到安尼吼，较大汉了吼。我捌甲恁讲，我有迄个信仰的叛逆期吼。我对啥物物件我都怀疑。我开始想讲，无可能吧？哪有可能？譬如讲，我叫中上兄去恁兜讲，牧师要用你的车，你要叫伊牵来无？你袂无？绝对无啦！所以我就想讲。这耶稣一定有安排过，敢毋是？伊迄是毋是干一个人？也讲遐个人真侪人伫遐哦。伊去遐人甲伊问讲：恁牵这只驴仔要怎？伊讲主要用伊，连伊都搁牵倒来。因为遐个人因讲主要用伊吼。主要用伊，因知影主是啥物人，敢毋是？因知影嘛？因甲耶稣一定有熟悉啊啦。耶稣叫这两个学生去牵迄只驴仔，迄只驴仔属啥人咱毋知，毋过遐个人捌耶稣，因为讲主，因叫耶稣叫主，所以我伫遮咧想，耶稣。甲这个人的交陪，圣经咱拢毋知，无写，咱拢毋知是啥人。总是这个人任耶稣做主，因的驴仔讲主要用伊，因随时互伊。这是耶稣
一段时间经营出来的友情，敢是？对不？这耶稣会当做。过来化河山呐，化河山呐，咱嘛拢想讲哦，耶稣迄驴仔牵啊爬起了，逐个都对伊。我张信因若去骑一只驴仔，恁要对无？无对无就要对你要创啥？这群众毋是耶稣去招的，这群众是因要知影耶稣是啥物人，要对耶稣的。有证据，我无证据，我有。创 PowerPoint 吼，约翰12章第17节到18节，你先看第17到18吼。伊讲耶稣叫列撒罗出梦，互伊对死过活。迄时，甲耶稣做伙伫遐个人，迄群人有继续做见证，证人嘛出去迎接耶稣。因为因有听到伊行即个神迹，迄群人伫遐个人吼，无逐个拢伫遐看耶稣互列撒罗过活。这是12章，列撒罗过活是11章，无偌久以前的代志。因遐个人亲目看到列撒罗对门仔行出来，因四界去甲人讲。讲这个人足厉害，真正互死人搁活。阮大家拢讲，这个人有去做见证，所以证人看到伊骑驴仔时，大家对伊行。这是遐个毋是耶稣去招的，是因家己来的。这是前行后对的人。有你想讲？你骑一只驴仔，啥人要对你？这是这个原因。这用咱会当想象，检查底下有迄落有一群人，有一寡人5个饼2尾鱼食到饱，伊嘛食有着的。对吼，伊这个人吼，这犹太人哦，真要紧要爱一个革命的领袖，会当带因去甲罗马政府。对罗马政府起革命吼，因为咱大家吼，咱讲安尼为着台湾要独立嘛，若有一个吼会变饼互5000人食到饱的吼，佫一个会互死人佫活，叫你对，你要对无？我一定对，我一定对。会变饼互5000人吼。特朗普都毋免甲人起迄落啥物关税起偌济呢？咱家己会晓变，都简单啊，经济拢解决了呢。佫会互死人佫活，或者对这个人倒毋对，这个人对。你看19节哦，19节嗰里，法利赛派的人就互相讲，咱较做嘛无采工，恁看。全世界拢对伊去了，这个人哦，伊的对敌看到遐济人对哦，台湾有一句叫做“目睭金金人上中”，你敢知？因敢若会当伫遐看呢？无依法，这是耶稣的行动呢。你有感觉无？这是耶稣的行动呢。去变成扫圣殿，扫圣殿。你会当想象，遐当局的人我呢受气。咱今仔日有读，讲因想办法要害死耶稣。耶稣伫圣殿内底倒啊共冰冰咧吼。咱今仔日读的圣经第19到20，伊甲伊学生活咧怎出去生活？你看耶稣偌潇洒。佫一方面，你想这个法利赛人，这个人，中国话有一句讲“恨得牙痒痒的”吼，迄牙安怎痒痒的，我是毋知啦。这一定足受气的，敢毋是？这是耶稣的行为，伊的 action。过来，伊的 passion。咱今日读马可14章第10节到11节，
马可讲犹大去讲，甲遐法利赛人讲好，过去吼，伊去见了直找时间，想要当时要将耶稣交互因。迄是第14章的10到11节，咱今仔是读的。你若阁看落去，第43节到50节，犹大带人要去掠耶稣，咱知影吼，犹大去西马里面要掠耶稣时，伊甲掠遐个人讲，我甲浸迄个吼。就是，因为遐暗索索啦，因毋知影倒一个人是。犹大知影，伊讲我甲浸迄个就是。咱读其他的书福音段吼，咱拢毋知影耶稣对犹大甲浸感觉安怎。路加有讲，路加22章48节吼，这47节我早起才看到，47节写讲吼，犹大带遐人要到耶稣。行进前要去浸耶稣，要去浸还未浸哦。耶稣甲伊讲：犹大，你用喙尖来出卖人主。互查甫人浸就足艰苦啊吼，佫是用尖要甲伊出卖呢。迄哦，我即马早起拢爱用。北京话，恁才会知影伊的心情。你足恶心的，敢毋是？你想看觅？你看耶稣，你要用甲我浸哦？伊还未浸哦？有浸无？有啦，甲浸落啊！耶稣互掠去了吼。第53节，你看耶稣讲的话，甲掠遐个人哦，52到53，耶稣甲遐来甲。来要掠伊的祭司长、圣殿的守卫官甲长老讲：恁举刀举棍出来，是要掠强盗是无？我逐日甲恁伫圣殿，恁无下手甲我掠。我逐日伫遐，恁都毋敢掠。毋过吼，这是恁的时，黑暗在掌权了。耶稣真觉悟呢，迄个这是恁的时吼，阮永摆读新学院的时候，定你毋知捌讲，毋知有啥，定讲一讲到遮来啊，你赢啦。耶稣是安尼，伊真觉悟。路加对22章的54节开始吼，22章有71节啦，对51节到71节，过来对23章的第1节到上尾啊56节，伊将耶稣拜死，互人掠去，到拜五钉十字架死啊。对十字架顶方摕落来埋葬，拢总写伫即内底73节，将耶稣的受掠一直到安葬，拜四暗，互人掠去祭司头遐，送去天光，送去比列多遐，罗马总督遐，比列多甲送去希律遐。希律国甲送转去比列多遐，即中间互人拍、互人骂、互人诽谤。你若读圣经，你拢读会到。耶稣一点仔办法都无。对犹大家浸开始，伊真正敢若会当承受人对伊做的代志，伊一点仔办法都无。约翰19章30节，耶稣伫十字架顶上尾的一句话：“使明白了。”新约的圣经写讲完成了，英语的圣经 "It is finished"。
事明白啦，毋是干那伊爱做诶代志拢有做，做事明白啊。伊所都爱受诶，我那一切拢受了，事明白啦。入去咱诶人生吼，就是安尼，敢毋是？either你是足有法度，你有真侪 action。毋过伫你真有成就、有 action 诶时，有时啊嘛是人做诶代志，你不得不都爱去应付，不得不都爱去承受，敢毋是？咱无一定逐项代志拢会当用 action， 咱有时啊爱接受。我逐摆若要坐飞机哦，这拢一寡外国人诶朋友，知影我要坐样个 ，Have a safe trip， 叫我讲哦，你诶 trip 安全，我拢甲因讲哦，即句话你爱甲驶飞机诶讲，毋是我。你要想啊 ，Have a safe trip， 我会当做诶是干那买机票，甲入去飞机底坐，我坐落了吼，门关起来吼，会 safe trip 甲我拢无关系啊，你知？对咪啦？咱诶人生敢毋是安尼？真济代志是安尼，敢毋是？哦，啊你咱拢会甲囡仔，有哪驶车哦，驶车注意哦，会驶车注意，别人若无注意，你嘛，你注意嘛无路用呢。人生本来就是安尼，敢毋是？总是咱普通拢哦，爱 action， 咱无爱 passion。人做诶吼，咱无爱，敢毋是？总是有一项真趣味诶代志哦。咱后礼拜圣餐，咱会念迄落，咱会告别咱诶信仰，使徒圣经。使徒圣经内底伫讲耶稣哦，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列岛前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3日过啊。若准我写使徒圣经，我会讲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了吼，伊惊水面呢，伊变变是外星人，伊互死人过啊，伊病赶鬼，敢是？你会写，总是你有看使徒圣经，拢无讲遮个呢，干那讲伊会死呢？干那讲伊会死？伊伫世间创啥拢无写，在小女玛利亚出世，比列岛受苦，顶十字架，拢总讲后壁上尾啊，这7日的代志，头前个拢无讲。你敢无感觉真奇怪？啊，这甲我拄啊头前讲的4本福音书关系，耶稣背后这7日用的比例，拄啊真合，敢毋是？人写的物件袂安尼写，这是上帝的启示写的。咱当遮会会啊，老化真正是咱无法度通遐尼济 action 啊。咱真济时无拄拄是 passion， 毋过真无方便。我即摆转去台湾5个月吼，我顶礼拜有人甲我讲，牧师你即摆吼讲道时会当讲你的游记互听，我即摆讲我的游记互恁听。我伫遐吼，有一个朋友，毋知倒一个朋友甲我讲，我袂记啊。真早我转去时，伫开讲的时甲我讲哦，信儿，咱遮会啊吼，是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有影呢？啊，有日子没有明天呢？咱大家拢会拄着，咁样？我毋知，我毋知得甲谁讲。我真侪朋友拢是讲，即句是我讲的，毋是我讲的。人讲我听，我感觉这有影。明天越来越少，行动嘛越来越少，行动嘛越来越少。我伫台湾哦，这5个月久哦，我学习到一项，
台湾这少年台湾囡仔吼，一定定为着坐迄落什么做咧冤家哦，我是毋捌看到。我逐摆若爬去坐哦，少年拢爬起来偌济。我以前拢会讲免，我无要紧，我无要紧。我即马吼，有了较谦卑安尼，人若要轮我坐吼，多谢，我就甲坐，因为这需要学习呢，需要接受呢，需要接受讲，我真正无法度遐好 action 啦。我伫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想着耶稣国外耶稣甲彼得，我差不多2礼拜会讲我讲着这，不要紧嘛，讲不要紧。伊吼耶稣伫国外了出现，互彼得看到，伊甲彼得讲吼，伊伫约翰21章18节，伊甲彼得讲即句话，这甲拄仔我讲的真像啦。耶稣甲彼得讲：“我实实在甲你讲，你少年的时，家己下犹大去爱去的所在，毋过年老的时，你会伸双手互人绑，甲你拖去你毋爱去的所在。”因为咱有一日拢会拄着这。最近我看真侪我的朋友对厝要搬去养老院，迄实在足艰苦。我真拍拼运动是望迄日袂遐早到安尼尔，我嘛知影有一日检查会到。事实是安尼，少年的时你要去倒拢会使。我看到阮遐个孙仔吼，因安尼话行就行。我有一日甲因讲吼。恁即个年岁吼，人要招你去倒的时，恁拢会讲 Why not？ 就去啊。阮遮的吼是 Why bother？ 毋免去啊啦，休困较好啦。因为彼得耶稣安尼甲伊讲，第19节真有意思。第19节吼，我有创一个卦符哦，迄卦符内底话，毋是耶稣讲的，是约翰讲的。是约翰讲，耶稣讲这话是指彼得会安怎死来荣耀上帝。约翰写这话时，彼得已经宣告。照教会传统，伊伫罗马互人钉十字架。我想恁可能有人捌听到这个故事。伊人要甲伊钉十字架，伊讲我吼袂当像耶稣互人钉十字架。我爱颠倒头钉，听讲是因用颠倒头钉钉咧，有影无影迄另外，总是伊是宣告无毋对。即句卦符吼是约翰讲的，毋是耶稣讲的。讲煞这话是耶稣讲，讲啥会讲煞？讲你少年的时，你是要去倒拢会使；你年老的时，人会甲你拖去你不爱去的所在。总是耶稣甲伊讲哦。不论如何来对我，你会记得伫马可第1章，耶稣招学生，头一个招彼得，来讲来对我。你敢无感觉真趣味？彼得的一生起起落落，开始是来对我，上尾啊嘛来对我。佫一项，彼得会安怎死来荣耀上帝？例如死嘛会当荣耀上帝呢？当遐个你无爱的代志发生伫你的身上，亲像耶稣同款，你安怎面对遐个代志？会当荣耀上帝，这真趣味的代志。passion 迄个我今日是讲 passion 讲真济啦。passion 的意思是热情、
热爱。总是英语字典内底拢有个 passion， 特别是对指耶稣的受难。passion 哦，我最近读到一个，你知影一个真好拍，即摆已经退休啊，真好拍天尼叫做蒙牛 Nadal， 恁知影这个？伊吼，我读到吼，这个是无简单。迄个 Trump， 迄个 Elon Musk， 迄个 Tesla 迄个啊，开1000万，叫伊来做伊的囝的 tennis 的教练。Nadal 杜撰，伊讲一句话 ：“Tennis 是我的 passion， 毋是 business。”迄我读去篇文章，大家拢写讲 ，finally 伊知影钱袂当买所有的物件，迄叫做 passion。咱会当安尼讲，耶稣用伊对上帝的 passion 去面对所有的受难。这是真奥妙、真值得咱学习的所在。我伫遮当头已经讲三年外吼，我老实甲恁讲，我做一个牧师哦，我常常感觉咱的教会哦，连我嘛真侪岁啊，咱真侪岁人真侪。咱的年龄咱的体力，咱伫遮有时我嘛讲，咱教会都爱宣告，都爱 reach out， 什么有诶无？咱拢无呢，有影咱拢无。所以我嘛知影啦，咱的体力是一项，有一项我更较知影语言。咱敢若会晓讲台湾话，甲讲别腔啊！你叫咱讲用英语去甲遮个别人传道理哦。我家己伫别人的教会过35年，我知影迄偌艰苦啦。要安怎？我想我要甲咱大家勉励，用我今仔日的讲道甲大家勉励，毋通互你对上帝、对基督的热情去互化去，毋通化去，会发生什么代志咱毋知。总是无论什么代志发生，你有可能像彼得讲手往别个拖去你不爱去的所在，都是安尼，迄个 passion 嘛毋通死去啦，因为安尼嘛会当荣光上帝。咱来先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通过阮的主的受难，阮学习伊怎样用伊对你的听、伊的热情、伊的忠实，伊太阳所拄着的困难、患难甲迫害，甚至死伫十字架顶。阮感谢你，你互伊有国活。互阮有盼望，主，阮求你学伊，阮知毋是真简单，总是互阮尽阮所会，忠实做你学生，祈祷奉耶稣的名。